大家好，我哋係 Howard Tom Mobile Photography Workshop。呢一條影片係為咗喺手機下載相片之後，能夠喺 Slideshow 入邊方便快速新增相片而設。手機相簿會以相片首個建立日作出排序，往往會令我哋喺 Slideshow 入邊尋找相片變得麻煩。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幾個解決方法。而家我哋先用 iPhone 喺 Google Drive 下載相片。打開相簿圖庫，點選界面頂部3條線彈出選單，選擇按最近加入排序。點選後，拉動圖庫至到底部。你就會見到最新下載嘅相片集中喺底部度顯示。我哋都可以點選界面底部嘅選擇，然後打開最近儲存。喺呢個分類只會顯示你最近下載嘅相片，並且按你嘅下載日期進行順序。以上嘅方法係先方便我哋喺圖片庫可以快速揾到下載嘅相片。打開下載圖片，點選界面底部嘅心形，咁樣做會方便我哋喺 Slideshow 入邊新增相片。打開 Slideshow，然後點按新增相片，點選界面頂部嘅選擇。喺呢度我哋可以打開 iPhone 相簿入邊嘅最近儲存分類，去選擇返我哋最近下載嘅相片。亦都可以點按喜好項目分類，就會見到我哋頭先點按心形記號嘅相片。選擇好下載嘅相片，點選界面右上角嘅剔號，將相片新增入去 Slideshow。當我哋要使用雙重曝光功能，與剛才下載嘅相片進行疊相，只需要進行返剛才嘅操作，就可以揾返下載嘅相片進行疊相。以上就係 iPhone 點樣喺相簿入邊快速尋找最新下載相片，同埋喺 Slideshow 入邊點樣新增下載相片嘅方法。我哋先喺 Android 嘅手機或者平板上面進入 Google Drive 下載相片。下載後，打開手機相簿，入邊有一個叫做全部照片嘅分類。呢個分類入邊，相片會以最新下載或建立進行順序排列。我哋可以喺相簿入邊勾選相片，然後分享至 Slideshow。咁樣就可以批2張相片新增至 Slideshow 入邊。但係呢個方法對於我哋喺 Slideshow 入邊揾相片係冇幫助，因為相片仍然以最初建立日期作為順序，會令到我哋揾相片有困難。特別係會影響我哋使用雙重曝光呢個疊圖功能嘅時候。所以我哋要喺手機相簿入邊打開相片，然後點選界面入邊心形嘅標記，呢個標記代表收藏或標示最愛。當我哋返回 Slideshow， 喺新增相片入邊，我哋就可以點按相簿，揾到收藏的內容，喺入邊就會見到我哋頭先點按心形標記嘅相片。以上就係 Android 手機或平板喺 Google Drive 下載相片之後，喺所有照片之中以分享或收藏相片嘅方式加快活入 Slideshow 嘅方法。
無論係 iPhone 抑或 Android， 當我哋進入 Google Drive 入邊嘅時候，喺需要使用嘅相片點按3點圖示，喺選單入邊點選擇開啟應用程式，然後喺彈出列表入邊尋找並選擇 Slash It， 相片就會匯入 Slash It 入邊並且開啟。我哋又喺 Android 上邊睇返相同嘅操作。華為手機或平板受制於系統嘅問題，有時未必能夠順利喺 Google Drive App 入邊下載相片。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將 Google Drive 嘅連結複製，並且黏貼喺瀏覽器嘅網址列入邊。透過瀏覽器打開 Google Drive。打開 Google Drive 之後，先打開需要用嘅相片，然後點按界面右上角下載箭嘴圖示，點選仍要下載，然後開啟圖片，點選分享，然後尋找並選擇 Slash It， 相片就會自動匯入 Slash It 並開啟。其他嘅儲存操作，請參考返前面 Android 手機或平板 Google Drive 下載相片後，在所有照片中以分享方式及收藏加快匯入 Slash It 嘅方法。喺 WhatsApp 打開對話中嘅相片，並且選擇需要下載嘅相片。喺 WhatsApp 下載嘅相片會被視為新建立嘅相片，而 Slash It 係會根據相片建立日期而排序，所以喺 Slash It 入邊會較容易揾到 WhatsApp 下載嘅相片。但喺 WhatsApp 下載嘅相片係經過壓縮，數碼資訊較少，係唔方便於後製。特別係高像素拍攝嘅相片會經過 WhatsApp 嘅壓縮，影響咗原來嘅像素。希望呢條影片所提出嘅5個方法，能夠幫到大家處理下載相片嘅時候，如何匯入 Slash It， 同埋快速喺 Slash It 入邊新增相片。我哋喺其他影片同課堂再見，拜拜。